主席，我注意到呢，我哋嘅一啲培訓嘅材料裏邊係提到有關 CDO 嘅數量嘅。呢啲培訓嘅材料係同合調交易商一齊做嗰個研討會上面有提到呢啲情況㗎。CDO 裏邊包含幾多間公司嘅數量？我係講緊呢啲 CDO 爆煲或者信貸事件嘅風險，因為佢牽涉百幾間公司，只要其中幾間公司7間、8間、10間公司，甚至更少嘅發生信貸事件都可以影響到損失。我話呢一方面個風險，做盡職審查嘅時候有冇提及到？主席，喺做盡職審查嘅過程裏邊呢，我哋主要睇到嘅呢就係 CDO 整體佢嗰個係資產嘅質量嘅狀況。資產嘅質量呢，我哋主要係睇佢嗰個信貸嘅評級啦。呢度我唔係話我哋盲目咁去相信嗰個信貸嘅評級，而係信貸嘅評級呢，就係喺信貸嘅評估喺風險嘅評估裏邊呢，係一個好重要嘅信息㗎。咁3個 A 嘅 CDO 嘅佢哋嘅信貸嘅評級就係標示着佢哋咧就有一個好高嘅穩定性，出現信貸事件嘅可能性咧係非常之低。具體所講個概率咧我就唔記得啦，不過佢出現信貸事件嘅概率咧就非常之低嘅。剛才講過啦，就喺22年嚟咧就係冇發生過呢啲嘅信貸事件嘅，冇發生過有關嘅信貸事件嘅。所以喺審批嘅過程裏邊呢，我哋認為 CDO 3個 A 嘅 CDO 作為雷曼迷你債券嘅底層嘅抵押資產呢，我哋覺得咧就應該係風險係可以嘅。3次，但係你都冇答到我啲問題，你唔係答緊我啲問題。我嘅問題好簡單，我就話呢個結構裏邊係包括 CDO 裏邊有成超過100間公司，其中有有幾間公司有信貸事件，已經可以導致損失。呢個風險喺盡職審查嘅時候，我哋可唔可以睇得到？有冇反映出嚟？如果冇反映出嚟，係嘛？咁即係你第一，銀行冇做到呢個盡職審查啦；第二，你冇可能話到俾個客戶聽啦，係咪先？咁但係你就猛同我話3個 A， 首先咧呢啲抵押品咧，根本人哋客戶買呢啲迷債嘅時候，個抵押品都未買，佢要收取咗啲錢，佢嘅抵押品先去買㗎嘛，係咪先？咁所以你猛同我講3個 A， 你都唔知佢買乜嘢抵押品。你要喺客戶度收晒錢嚟買晒呢啲迷債，你先將啲錢俾人，你都唔知人哋買乜，係咪3個 A 定3個 C？ 所以我個問題係問你盡職審查嘅時候，呢個風險你哋有冇研究過？有定係冇？冇生。主席。係主席，實際上我係用我認為適當嘅方式嚟回答呢個問題。我認為信貸風險分析裏邊，只要係睇見可能會發生嘅偶發事件，同埋睇到佢嘅整體嘅信用風險同埋信用狀況就可以啦。3個 A 嘅信用風險評估，啱啱就係講喺統計上佢係有一個相當高嘅穩定性，所以從呢個角度睇，發生違約嘅可能性係比較低嘅。咁呢個係我哋喺盡職審查分析呢個低層風險抵押品嘅低層風險進行盡職調查嘅時候最重要嘅考慮。如果你問我哋有冇考慮到抵押品嘅風險，係嘅，我哋有考慮到抵押品嘅風險，考慮嘅因素就係佢嘅整體嘅信用風險評級，同埋我哋覺得佢個違約風險係非常之低。重複我唔嘥我個時間啦，我想問你55A item 55A，
呢一張咧就係迷你債券34系列，你俾嗰啲客戶咧，即係佢明明唔應該買咁高風險嘅產品，佢都係你都係中銀都係俾佢買咗，你就叫佢簽呢一類嘅聲明嘅。咁咧你睇下，即係呢個即係55A 咧後邊嗰頁咧，你叫佢簽乜嘢咧？呢度寫住本人確認。本人簽署購認表格前，以細閱並明白計劃章程附件及發行章程（以下簡稱相關章程）及內有關債券之條款及條件，便同意遵守該條款及條件。仲要講第幾頁又睇過嚇，就係話根據呢個相關章程所在嘅資料同聲明作投資決定。即係何總，你係咪真係講俾我哋聽？即係呢啲客戶，佢明明唔應該買呢啲高風險嘅嘢，佢要簽張紙話我睇晒呢啲咁嘅幾百頁嘅文件，即係個頁數咧多到咧，主席都唔印俾我哋啊！我要去樓下003D 嘅房嗰度去睇嘅，即係多到幾厚嘅嗰啲文件。即係你叫人哋簽一張咁嘅紙，你話喂，我睇晒啦，嗰啲咁樣幾百頁就可以根據嗰幾百頁紙嚟買，你係咪真係叫我哋相信呢個係事實？嗰啲人係咪真係細閱同埋明白喎？明白呢幾百頁嘅紙啊？喺樓下嗰間房啊，我哋多到我哋拎唔到上嚟。何生，主席。雷曼嘅相關產品嘅銷售章程，包括首先，如果話有一個計劃章程嘅話，咁樣佢喺發售嘅時候會有一個計劃章程，同埋仲有一個系列產品嘅章程。如果你話呢個系列係呢個計劃產品嘅一部分嘅話，咁計劃章程同埋計劃產品嘅描述係會發俾客戶㗎。講到中銀講嘅內容，如果真係要了解迷你債券同埋相關債券同埋產品嘅風險同埋特徵，咁每份章程中文同埋英文都係有產品概要嘅。產品概要一般唔會超過5到8頁。產品概要裏邊會基本講明發行者，會基本講明相關嘅系列主體，同時亦都會説明抵押品係點樣嘅，同埋根據相關投資嘅風險嘅披露，都喺呢個概要裏邊披露嘅。其他大量嘅東西係一啲法律上邊嘅描述，所以我相信喺一段時間裏邊，應該講係唔係一段好長嘅時間裏邊，我哋嘅員工同客戶同埋引導客戶去關注頁面上邊嘅關注信息。我相信客戶應該可以對相關嘅產品有一定嘅了解，有呢個所謂叫做 informed decision。而我哋內部管理嘅制度呢，亦都明明確確要求我哋嘅員工要咁樣做。同時喺每一個發行期間，都會引導我哋嘅員工，引導客戶去閱讀相關嘅頁數。咁從此加起嚟呢，係5到8頁或者10頁嘅資料，同埋章程裏邊每個章程裏邊每個發行系列嘅章程裏邊都會指出邊個適合投資相關嘅產品，都有咁樣嘅相關嘅段落。我唔知道係咪已經答咗你嘅問題。